基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承接台南市自杀通报个案的管理业务，到今年已经进入第9档。今年对1月份到8月底，总共服务超过900名以上的个案。加上疫情的影响，基美病院精神科医师刘佩琪表示，受疫情的警戒影响，发现个案有增加的现象，因此对今年3月，嘛设立驻点关怀咨询站，提供民众及时的关怀、支持加心理卫教的资源等服务。我们的驻点关怀咨询站是在比如说有自杀的个案，他来到我们的急诊，那急诊除了有一线的急诊医师，还有精神科医师的照会，还有我们的那个社工会去关怀甚至自杀通报，但我们的关怀员甚至会在第一线就先跟他建立关系，然后他回到社区之后还可以跟他再继续做联系，比较不会造成个案的一些那个防卫这样子，比较可以跟他建立关系，让他减少就是让他的自杀的情形会比较降低。以我们的观察，就是因为疫情在7月的时候，明显自杀的人数有稍微比较多，有多了1成。所以我们更需要宣导相关的一些资讯，让我们的民众知道说，他们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，而不是选择想不开的方式，而是有一些资讯可以让他们可以来求助。基美驻点关怀站成立以后，当中大约有4成自杀的民众，曾经透过急诊的驻点关怀，转接到卫生局的社区关怀服务。和社区的自杀个案，精神科的就医会诊将近6成，发挥上大及时的关怀效率。医师呼吁，不管是医护、社工，或者是一般民众，只要发现周边有忧郁、负面想法的民众，拢会用卡1925安心专线来寻求帮助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